各位觀眾，唔知大家而家你哋冬天嘅環境而家係幾度呢？咁啊，有啲地方咧就已經甚至零下啦。咁啊嗱，大灣區而家11月份仲着住短袖嚇。如果你係響北美或者話歐洲北部嘅地方，可能而家話就會比較凍啲。咁啊，歡迎大家翻嚟大灣區啊，有時間可以睇翻大灣區呢度嘅海景單位。可以買嚟養老度假都係唔錯嘅。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嚇？響大灣區嗱，冬天嘅情況下，你響呢一度坐住曬住呢一個陽光沐浴，再飲翻杯咖啡，睇住呢種咁嘅大海，哇！呢種感覺一流啊！比起你着住厚厚嘅啲羽絨服咧，我覺得呢種咁嘅生活係比較輕鬆同埋自在嘅。咁啊，唔使擔心話出個露台咧都非常之凍，係啦，而且呢一個景觀嗱，可以睇睇係啦，望正晒成個沙灘同埋呢一度嘅成個屋苑嘅呢個海岸線，啲高層全部都可以睇到，亦即係話你夜晚都可以睇到萬家燈火。仲要有一個好處就係你喺呢一度住過冬嘅話，節假日可以欣賞到非常之靚嘅一個煙花盛景。咁啊，你響外國同埋香港好多地方咧，佢都係禁煙花嘅，係咪先？咁你喺呢一度咧，就可以欣賞到非常之靚嘅煙花，同埋你自己亦都可以買煙花喺沙灘上邊放，哇！呢種感覺啦，你試諗下，坐喺呢張吊椅裏面，啲太陽曬過嚟，舒服啊！咁啊，因為我哋而家話係比較早上嚇，所以太陽咧都仲未照到你呢度，一陣間到你呢度咧曬落嚟就會非常之舒服啦。係啦，今日同大家介紹翻一套193平方4房3廁嘅單位。咁我哋可以睇到嗱，佢係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戶型，亦都係咧中國人幾千年以嚟積落嚟一個居住嘅一個智慧。對流嘅戶型有個好處咧，佢就係通風嚇，冷氣都唔需要開。你夏天嘅話嚇，咁啊比較舒服啦，可以見到呢啲自然風吹過嚟嘅話，哇！你真係好正啊嚇！俾你冷氣或者暖氣吹過嚟嘅話，你唔想要，你拉埋扇窗就 OK 啦，就冇風。咁啊，今日介紹呢一套193平方4房3廁嘅單位。咁啊，肯定唔少得要同大家由入戶門開始同大家介紹翻啦。一層得2伙嘅啫嚇。如果屏幕前邊嘅你中意隱私度高啊，你唔中意到處都係人嘅呢一套，就值得推介啦，因為一層得2伙，除咗你同鄰居就冇其他人啦。住響呢一度嘅隱私度高，同埋舒適性強。等佢一梯咧，一個 lift 服務1戶人家，係啦。咁啊，一翻到嚟呢邊，呢度有啲公共位，你可以做啲鞋櫃啊，或者話擺翻啲花啊，都 OK 嘅。響內地，你只要唔打擾到人哋，你就可以擺嘅嚇。咁啊，一入門交樓嘅呢啲鋼化防火門、貓眼、指紋鎖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㗎，交樓標準。將軍門肯定唔少得啦，係咪先？雙開嘅一個子母門。係啦，我哋再睇翻入戶門呢一度有一個可對視系統。咁啊，有啲陌生人咧，或者話你有親戚撳你個房號，你喺呢一度咧就可以直接睇到佢。咁啊，好多以前啲香港朋友都會問，點解每座大廈冇secure嘅咧？其實喺內地咧，佢嘅每個大堂咧係冇嘅嚇，因為喺小區嘅大陸咧，佢一個小區咧有圍牆嘅，只有一個大門口，嗰度會有保安啊。咁啊，你入咗大門口之後，就證明你基本上都係業主先可以入到嚟嘅。德國嘅品牌西門子啊，呢個都係交付標準。咁啊，左手邊呢一度我哋見到佢嘅一個做咗一個簡潔嘅一櫃啦嚇，可以喺呢一度換翻啲鞋，係啦。咁啊，一入戶門呢一度有一幅牆，咁啊呢一幅牆可以增加成個客飯廳嘅隱私。就算你將個門打開咗，你想做翻個紗窗，都 OK 對流噶嘛。呢一圖我可以做翻一幅山水畫，係啦。再翻過嚟呢邊啊，呢一個咧就係第一個套房嘅。呢一度有個位，你可以做個酒櫃又得，或者話呢一個嘅一個衣帽間都唔錯嘅，係啦。我哋再翻嚟入嚟呢一度睇睇嗱，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套房嘅一個洗手間啦，乾濕分離智能馬桶咧，呢啲都係我哋嘅一個交付標準嚟嘅，係啦。所見即所得，星盤鏡櫃呢啲。咁啊，一入嚟示範單位呢一度做咗一個簡易嘅書房啊，坐喺呢度睇翻啲書
飲翻杯咖啡都唔錯。又或者你自己喺呢邊改翻一個咖啡室，哇都幾過癮喎！因為佢咧呢一個嗱，佢係連通窗台位嘅，直接你喺裡面做住咖啡，就可以欣賞到呢一片咁靚嘅海景。嗰杯咖啡甜嘅，你可能都會飲出一種甜嘅感覺嚇，因為呢個海實在太靚啦，我哋冇做任何一個美顏嚇。嗱，睇落去碧海藍天，連啲礁石咧都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嚇，通透到，哇！真係呢個景觀真係正。係啦，再翻嚟呢邊就係呢一個客飯廳啊，咁啊因為佢對流嘅，咁啊呢一個客廳佢嘅開間4.8米，咁啊你喺度擺翻一個80寸嘅電視都完全冇問題，足夠喺呢度睇翻一個大戲，哇！正係咪先？係啦，我哋再翻過嚟呢邊就係我哋嘅一個餐廳啦。餐廳同埋廚房對住咧係最人性化嘅，唔會話好似有其他啲你要轉個彎嚇，個廚房口響嗰邊，餐廳響呢邊，你拎餸啊拎其他啲嘢都好麻煩。而呢邊佢係直對出嘅，就會比較人性化啲。呢邊你可以自己做一排走櫃過去。因為呢個示範單位佢就做到一個細啲嘅啫。呢度咧就餐台，我哋再睇翻呢一個廚房。咁啊，既然193平方，肯定唔少得，一定要廚房要夠豪啦，係咪先？嗱，雙開嘅一個位置嘅一個雪櫃完全足夠嘅。咁啊，呢邊擺翻啲微波爐啊、烤箱啊，呢啲都係冇問題。我哋而家見到呢裏面都係交付標準。呢個抽油煙機同埋煮食爐都係用嘅國內一線品牌方太嘅。嗱，呢啲櫃都係我哋嘅一個交樓標準，雙星盤嘅設計，明窗同埋有啲地方我見咧係得一線嘅啫嚇，兩線先起碼都係要標配，因為有兩線你嘅採光先足夠入嚟，令到你成個廚房一個採光度係足夠嘅。咁啊呢邊咧就係餐廳對出嘅一個細嘅露台。咁啊呢個細嘅露台咧，當然係擠洗衣機同埋晾衫啦嚇，佢最大嘅功能就係咁樣。呢個咧就當然睇個人嘅一個佈局啦。呢一度擺洗衣機同埋晾衫有個好處就係你主露台咧，淨係用嚟欣賞景觀咧就足夠。係啦，咁我哋再睇翻休息區域先。咁啊呢邊咧有3個房啦，係啦。同樣呢一個房唔少得嘅最大嘅一個亮點就係乜嘢咧？嗱，呢一個 view， 佢嘅錢已經值咗一半啦。睇出去個海景，哇，藍到真係好似啲馬爾代夫啊，或者話其他啲澳洲啊嗰啲咁樣嗱，成個房做晒成排嘅到頂嘅一個櫃。喺內地而家基本上99%買屋都會做啲訂做櫃，就唔會話單獨去買翻一個，因為點解？你買你就唔到咁啱嘅身，因為啲牆身咧多少係會有少少唔平，而呢一種咧佢係貼晒去牆邊㗎啦，咁啊成個啱身晒，係啦，咁啊比較舒服啦嚇訂做，而且又靚又實用。咁啊再翻嚟呢一度，我哋睇翻呢一個公共洗手間，帶埋燈帶，人體感應嘅，行過你自動着。走咗咧就會自動熄，星盤呢啲都係交付標準，智能馬桶，3趟嘅呢個洗手間門。我見以前舊區好多都係往外推嘅。第一你比較牙地方，第二你唔實用。呢種咧就比較舒適啦，3趟嘅嚇。咁出入空間又闊又慳位。呢一個面磨砂嘅，同埋槽位都留埋俾你啦，高低級分嚇。磨砂面咧就唔會跣親，你啲水咧流得又咁快。呢一個窗台位係贈送嘅，唔計積嘅嚇。你平時咧如果譬如話住喺呢一度，同埋3、5知己去爬山啊，去玩攰咗，你可以浸翻個浸腳啊，咁啊浸完之後再瞓覺咧就會更舒服啦，瞓得可以坐喺呢度，唔需要話搞到成個廳啊或者房啊都搞到濕立立。再過嚟呢邊。哇！呢個房咧就做咗塔埋連體嘅，亦都係喺內地咧比較多人做嘅一個風格，而且中國人中意嘅圓潤。佢做咗呢個咁嘅圓條咧，有個好處唔好似以前呢啲呢啲咁嘅尖角位，如果硬親咧就好痛。而佢呢一度咧人性化訂做嘅好處就係咁樣，呢個圓位咧你唔會硬親，唔會受傷嚇。同埋呢鋪床佢係做咗窗台位擸埋一齊。下邊咧就係一個儲物櫃，上邊咧你再擺翻一個床褥，瞓喺上邊舒服。而且呢一度呢啲辦公台或者話啲梳妝台都好合理。上高你可以擠翻一啲暫時短期內唔會用到嘅被啊，或者話冬天羽絨啊
咁啊下邊咧就擺一啲臨近要用嘅一啲物品，合理人性化，同埋咧望落去舒服。嗱，呢一個主人房第一眼望落去白色嘅簡潔，哇，非常之正。咁啊呢一個主人房咧非常之大嚇，再加埋佢嘅3.15米嘅樓底高，你會顯得呢一個主人房成個總統套房咁樣啊！梗係同埋咧，既然稱得為總統套房，唔少得嘅係乜嘢咧？係啦，我哋攝影師將個鏡頭係啦，稍微擺落少少，俾觀眾朋友欣賞下呢一個咁靚嘅景觀，睇海、睇沙灘、睇萬家燈火。呢一個主人房呢一排梳妝台，哇，夠晒霸氣啦嚇！你擠啲乜嘢名牌啊、包包袋袋都夠啦。我哋再往前邊呢一度就係呢一間主人房嘅洗手間嘅位置。咁啊呢個洗手間咧，佢就比較特別啲主人房嘅，佢係雙趟嘅，係啦，攝影師可以入嚟，我閂一閂門。嗱，咁上洗手間咧就響呢一邊，沖涼就響嗰邊。當然你亦都可以裝翻個浴缸啦，如果你中意嘅話嚇。主人房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嘅話就非常之大啦，夠晒啦嚇，同埋啲星盤位。嗱，呢一套單位193平方，4房3廁，唔知各位觀眾中唔中意咧？而家佢嘅銀碼只需要170萬起，就可以買到呢一個大4房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戶型嚇，亦都可以做按揭，首期2成起就可以上車，利率3厘嘅啫嚇，而家內地。中國房地產有史以嚟最平嘅利息嚇，咁而家適合買樓啦。我個人覺得嘅話，同埋你啲錢如果係歐元美金加紙而家可以通過正常嘅銀行渠道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又要揾找換店咁麻煩。你只需要喺內地開翻個戶口，就可以將嗰啲外邊啲錢翻嚟大灣區買一套咁靚嘅單位啦。係啦，如果觀眾朋友對呢一套單位感興趣，都可以歡迎大家隨時聯繫我嘅。呢一期節目就到呢一度啦，我係 Vincent，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